張歷史明信片都印證住一段滄海桑田嘅歷史。不過呢一張又一張記錄咗瓦努阿圖40年代原始風貌嘅明信片，卻係出自一個漂洋而來嘅中國人。攝製隊喺瓦努阿圖嘅首都維拉港 Port Vila 多方打聽下，終於喺呢間手工藝店揾到呢批由中國人拍攝嘅明信片。我哋根據明信片後面印住嘅名字譯音風快去尋找呢個他鄉嘅中國人，終於喺市中心嘅呢間以風快為商號嘅免稅店裏邊揾到當年拍攝明信片嘅中國人馮葵。瓦努阿圖，一個喺世界地圖上不見經傳嘅名字，喺南太平洋島國中卻被認為係情侶締結盟誓、鶼鰈情深、夫婦養老嘅理想之地。法國殖民地時代遺留落嚟嘅閒日風情，縈繞整個島國嘅蔚藍海岸，以致每一片景緻都有如讓人走入明信片嘅感覺。今日首都維拉港被遊人公認為南太平洋中最美麗嘅城市，同馮葵喺40年代拍攝嘅明信片對照起嚟，維拉港喺無聲歲月已經經歷咗好大嘅變遷。馮葵嘗試帶攝製隊重返佢喺1934年從廣東省漂洋而嚟落腳維拉港嘅碼頭，但係可惜已經無跡可尋。然而，當憶起第一日踏足呢片陌生嘅土地，佢仍然百般感慨。咁就見啲地方好凄涼㗎嘛，啲屋就白鐵屋，日頭啊熱到最難話日頭熱到飛起，晚頭啊凍喎，好似雪櫃咁喎，最難話呢個情景啦。幾經辛苦，從中國嘅匱乏逃脫出嚟。當時只有11歲嘅馮葵，絕對想唔到當年要投靠嘅另一個異鄉係另一種匱乏。不過對比第一代華人移民第一趟踏足當時仲未開發嘅瓦努阿圖，華人與當時仲係赤裸裸嘅土人互相嚇到，馮葵對自己當時嘅處境已經感到安慰。呢啲生活條件，相當於戰後最20年前嘅上大陸咁上下啦。旅遊咁啊，冇水咧就用水缸水啦，自己做個大水缸裝啲天花水用啦。冇水喉啦，電又冇，亦都冇電啦。聽你太太講咧，佢話佢一路即係嚟到都係喊到個大仔出生都仍然喊喎。嗱，一個女人嚟到呢條度行呢生活，係現代啲女人咧，你哋嗰代嘅咧，佢最好聽咗一個咧，就係跟你食草啊！一個唔該玩具飛機飛，咁就飛咗去咯。而家有幾個過埠內地嘅新娘都飛咗去邊個，我唔記得㗎啦。馮葵話：
昔日每一個從中國嫁到瓦努阿圖嘅女人，終日都會以淚洗臉；而每一個為謀生而嚟嘅男人，最初抱住嘅亦不過係過客心態。每一個中國人都一樣，喺公會食飯最好嗰句説話：食飽啦，夠啦，夠啊！所以買飛搭船翻唐山啦咁。每一個中國人都係嗰句説話。但係咧，自從太平洋戰事發生咧，嗰個説話咧已經係唔寫啦。由於瓦努阿圖被捲入南太平洋戰爭，就將最初只係過客嘅馮逵滯留落嚟，而馮逵同佢阿叔喺亂世中揾機會嘅冒險精神，就令佢哋紮根於呢個小島。昔日喺險中求勝嘅馮逵同接濟佢嘅阿叔喺戰事完畢後，的確發咗一筆戰爭財。不過，亦有唔少中國人客死異鄉。今日馮逵嚟到死前，已經係維拉港最大嘅糧食批發商嘅阿叔墓前，佢仍然念念不忘阿叔對佢嘅提攜。我女人就好誠心嘅，咁所以佢過兒過節，所以頭先我話啊，拎埋嗰啲去燒啦，我唔好啩，攞埋元寶燒，個通樹啲燒到污糟邋遢啦，黑鬼鬧嘅喎，咁樣。啊，其實咧呢個墳場咧有幾多中國人喺度啊？我都好難統計啊，有仲好多都冇名冇姓㗎啦。我呢條親手都抬過一個嚟嘅，都冇乜親屬同佢好。呢度係維拉港嘅商業區，雖然售賣嘅都係百貨同紀念品，但係就清一色由中國人經營，只係由幾條街組成嘅唐人街，背後原來亦掌控住當地人喺柴米油鹽醬醋茶各方面嘅供應。呢度係首都免稅店嘅集中地，當年只係挽住一隻舊皮箱而嚟嘅11歲少年，今日已經將佢嘅小店發展成華人之中最大嘅免稅店。店內嘅貨品比其他嘅免稅店更齊備，就連著名嘅旅遊指南《Lonely Planet》都曾經以大篇幅介紹。聽講中國人咧都做埋本土人做嘅嘢，譬如收椰乾啊，咁會唔會即係本土人會妒忌？非常之妒忌，但係咧冇得講，你哋國家人嘅，咁咧就係戰後咧，唔係戰後啊，獨立後啊，獨立1980年咧，佢成一條國家嘅國策咧，就唔準外國人收椰乾，係要佢正一黑人收椰乾，所以咧我叔就唔做啦。即係等，即係唔會話即係中國人壟斷晒啲生意啊。係啦，都好嘅嗰個政策，係嗰啲唔好理㗎啦，英法啊、澳洲咁啊，幫佢做顧問啊咁，都好嘅，對我都唔使咁妒忌啦。猜忌歸猜忌，喺馮逵嘅眼中，瓦努阿圖嘅當地人因為冇乜受到文明嘅衝擊，所以骨子裏始終善良樸實。不過做生意50幾年嚟，佢始終都信唔過任何一個員工。土人嗰啲都唔識做嘢嘅，你教佢，佢都唔會上腦㗎。咁其實喺度做生意都勞唔勞氣㗎？好勞氣㗎，係亦都講句説話，好勞氣㗎。你受佢鬧你就夠㗎啦，唔中意鬧你兩句，你忍咗㗎啦。阿 Q 精神啦，老實啦，做阿 Q 啦，我發展係嘛，有錢揾咪嚟咯，我哋冇乜所謂㗎。
Welcome to the white powder beaches of Vanuatu. Blue skies, some crystal clear, warm tropical water. Welcome to the custom villages. 瓦努阿圖雖然冇精緻嘅教堂，但係點綴喺呢個島國嘅平疇綠野、蔚藍岸灘，卻令唔少愛侶嚟到首都維拉港，讓無邊撲絕寧密嘅美景嚟共證佢哋嘅盟誓。甘苦與共，與君偕老。呢個擁有全太平洋最好餐館嘅香港女人，對呢句盟誓，對呢個地方，亦曾經充滿憧憬。陳美麗 Millie 87年嚟瓦努阿圖，為咗嘅係一個機會，一個捲土重來嘅機會。喺香港生意失敗之後，佢只希望喺呢個冇人認識佢嘅島國，同曾經喺南太平洋生活過嘅丈夫，讓一切重新開始。